舒適寶嘅變革之路，從健身巨頭到轉型陣痛，8GBA 助健康產業迎新局。提起舒適寶 （Physical Fitness），相信係香港健身美容界一個無人不曉嘅名字。自上世紀80年代創立以嚟，佢哋憑藉進取嘅擴張策略、大眾化嘅市場定位，以及提供健身、美容、纖體等一站式服務，迅速發展成為本地規模數一數二嘅連鎖集團。喺健身美容行業仲未好似今日咁普及嘅年代，舒適寶率先引入大型健身器械，開設多元化嘅團體課程，例如 aerobics、瑜伽、跳舞班等，並且聘用大量健身教練同美容顧問，以年繳、預繳式套票等方式鎖定客戶。分店遍佈港九新界人流暢旺嘅商業大廈或者商場，幾乎成為咗香港人健身美容嘅代名詞。全盛時期會員人數眾多，生意額相當可觀，可以話係行業內嘅一個巨頭。但係隨住市場環境嘅演變同消費者意識嘅提高，呢位健身巨頭亦開始面臨越嚟越多嘅挑戰，經歷緊轉型嘅陣痛。首先，市場競爭格局發生咗巨大變化。近年大量新興嘅中小型健身室、專項運動訓練中心，例如 CrossFit 泰拳館、高溫瑜伽室以及24小時智能健身房如雨後春筍般出現。呢啲新競爭者往往以更靈活嘅收費模式，例如按次收費、短期月費、更專注同專業化嘅課程、更精品化嘅服務體驗，甚至更具社群氛圍嘅環境，吸引咗唔少追求個性化同彈性嘅消費者，對舒適寶呢類傳統大型連鎖店造成嚴重分流。其次，消費者對預繳式消費嘅信任度大幅下降。過往健身美容行業經常出現不良銷售手法，甚至突然結業導致消費者損失嘅事件，令大眾對長時間大金額嘅預繳套票非常警惕，情願選擇收費透明、冇合約捆綁嘅服務。第三，疫情嘅衝擊亦不容忽視。政府多次因應疫情收緊社交距離措施，健身室、美容院等場所被勒令長時間停業，對舒適寶等以實體店為主要收入來源嘅企業造成沉重打擊。唔單止冇咗生意，仲要應付龐大嘅租金同員工薪酬開支。即使復業，市民嘅消費意欲亦可能因為經濟前景不明朗而變得保守。面對呢啲困境，舒適寶等大型連鎖集團意識到唔變唔得，佢哋可能嘗試引入新嘅健身課程，升級部分場地設施，或者推出一啲短期優惠計劃。但要徹底扭轉局面，就需要更深層次嘅改革，例如全面檢討收費模式，大力投資發展線上健身課程或健康管理平台，提升服務嘅科技含量同個性化水平，甚至考慮開拓租金壓力較細而市場潛力更大嘅新區域。但呢啲轉型都需要龐大嘅資金投入同專業嘅策略規劃。歸根究底，佢哋嘅轉型陣痛源於舊有成功模式嘅慣性，以及喺新競爭者同新消費趨勢面前，未能及時有效咁投入足夠資源進行創新同業務重塑。如果你係經營緊健身中心、瑜伽館、美容院、興趣班呢類生活服務行業，係咪都覺得要留住客人、擴展業務越嚟越難？好消息，無論你想喺本地升級，定係想進軍大灣區，政府都有資助幫到你。BUD專項基金可以幫你喺香港嘅業務升級轉型，例如引入最新健身器材、高效能美容儀器，開發手機 App 方便會員預約同管理，或者加強品牌推廣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睇好大灣區市場嘅龐大潛力，大灣區創業補貼就可以為你提供喺深圳等地嘅創業獎勵同租金津貼，助你喺新市場輕鬆插旗。究竟你嘅情況適合申請 BUD、GBA 定係兩者結合？我哋 FundHK.com 嘅專業團隊會為你全面分析，策劃最有利嘅資助組合，想為你嘅生活服務業務增值同擴展版圖。即刻上 FundHK.com， 等我哋嘅專家幫你實現目標啦！服務升級擴展，BUD GBA 助你飛。